还有一个。又没搞好，我的跟焦电机有问题。没什么人嘞，你扔就扔，你扔，好了，瞧一下，好了，一下。哎，现在好没有？哎，现在好了，好了。哎，而且用这儿的风筝在比武啊。三个，还后面一个高山取证输了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小罗，6个，不要跳得出来下雨哦。天气预报说要下中雨，那个里边有没有下雨？今天下雨从早上10点钟左右下到3点钟左右吧，4、5点。那个叫德国卓玛，哇，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是谁一个，几十上百个，全部德国卓玛。如果他今晚来的话，我找他问一下到底是哪个。还有昨天晚上来的那个麦吉，后面那个他一个人。8点10分左右。哇，这看着这堂看人家这唱歌啊！这啥卡他啥个有你的啥的，让强这些人他落天在那，上头的姐姐音，上山在那，上头的姐姐音上。取证在这儿啊，洗澡，这2个。上面头上家上下谁呢？把把你看把马不帮啊，上过的天下音，上山帮啊，上过的天下音上。
哇，车这个不错嘛，啊。
是不会下雨吧？我天，这么晚。哎，这他哥哥了嘛？带回来哥哥没来的，他没回来呀，在老家的嘛。哇塞，下暴雨吗？很整了。天好啊，天有点问题，下雨啊，感觉要下雨了。快挤在后面，第二圈。真能大伯家一出的家里的大嫂。
到了吧？那么还没来呀？他又骗我。他来了嘛？昨天在直播间说今天晚上要来。他感冒了嘛？啊？他感冒了嘛？他说的。他昨天晚上他唱歌了嘛？没觉得感冒啊？又被他骗了。他是来找房子。他找到了吧？不知道他感冒。昨晚那方来调了吧？哪个？哇。
好久没跳了。哎，小鱼了嘞。
乡村话又多了，这个是。好热呀你！好热哦。这样，这样。这我看不到聊天的，我这边看不到聊天的那个了。
的看看也漂亮，对着我那张做你想呀，就把酒那酒也有钱，对着我样给看自己呀，对着我样给看自己呀。
这可以吃的吧？高压地球高兰州我没有嘞，也来接我，说咋个我个哟。
我新歌吗？哎，交保险也交头了。看不到有没有呢？那个。我呀，啊，中了的。刚强的，确实我没说我跟大家见面好好，这个就会跳，学一个子还。
Sama
还跳吗？还跳吗？跳吗？跳9点半，还有10分钟呢。跳吧。下了下了，那个要下雨。我拍了1个小时12分钟，72分钟72分钟， ，72分钟，晚上也一样的，每样都差不多。有什么呢？我昨8点10多分就开始跳，对，晚上更晚。昨天也晚了，每天都有点晚。这8点钟左右还没啥人，知道吧？还以为下雨的嘞，其实飘点雨。对，今天他们全部都在里面跳了，他们说那边下雨。那晚下雨了。啊，我觉得不可能的，这么近。哎，干这种晚的我都看了很久。你啥子？跳的特别好。你喜欢跳？好的好的。去了。下班。从哪小雨来了？哎，哎呦，差点点哦，差一点儿。是吧？你看，教他一下嘛，教他一下嘛。下去让他来看一会儿嘛。你拿给他们看嘛，我就要拍了嘛。我左边还有。哎呀！麦琪，他们认识。哦。因为你之前在上面跳过那个。哦，对。他们对他说。啊，你近一下嘛，你们两个近一点。1、2、3。可以不？这声音太小了。我在看他跳，他跳不好。你跳牛逼！他们来练。站那边去嘛。你们先嘛，哪个是先啊？他是这个，第二个嘛。先是要这个站过去。叫啥名字啊？牛皮秧，这是最后面。调远一点，一个人。啊，叫啥名字？你跳的那个？这个叫做什么来着？来呀！喂，我好好说一下。呀，你直接啊，不用说了，来快点。啊，来呀！我走这边来。他也是买来做样子的，他最开始没有那个相机，插在手机上，插在手机上，模型。对吧？他骗了个人。重新跳一下，对吧？嗯，是不是吧？这个他要拍啊，拍
去刚才还说的，哇，我说你很快就到了，那他还不死，跟效果一起拍吧。不一样，说我们母房的肯定要多些吧。前两天带这个小胖子，啊，美团外卖小胖子，啊，化妆品了，人家还有带起那个，哎，我有呢，还有一个，昨天晚上他们俩跳了一曲。我最后面完了，他那个帽子，小小的，你快点，切记快点。看一下，视频够快的，肯定。再远一点点嘛。哎呀，这打死！对，这踩了的，踩了就是踩了。想走。踩了的。连姐妹两个。你出去拍嘛？这个姐姐和妹妹，连亲姐妹。一个人还是？单耳母，这个叫骄阳望母。不要闹啊！哎，就是勇儿的他们的表姐。远一点，远一点。哎，这个和他亲姐妹。你是站过去有屁股，站过去有屁股。但是这样，你的老板是从这样去啊，我会推你的老板。这是北语。站过去就。上今天还演了钱。这辈子。对。啥名字？因为。就要那种效果。他以后他的上面每个人拍一个那个。你不要太厉害了，我又在听说一下。这个感觉是一个那样的。所以你没有再大的吗？没有，有腋下的话可以，但连那个音响，你到面。哎，有没有印象吗？我现在都给前面的这一段我们一起拍嘛。我还看说的那句你就基本上。拍这个。哎呦！来，这边拍个。对，就这种，就跳舞好看哦。往这边来点。什么地方啊？你要吗？可以了，你看，再往这边来一点。对。我不用往后退了，那我先退到半程。哎呀，他这好了，好有感觉。拍不到音响，你跳一下吗？你跳吗？这个地方光线可以，这个地方光线可以。好像他们这样没有看，有点会吗？这样吧，先是这样，回去这样拍一个。来，家人们！你先加关注我们学过很久了，是这样的。我也是这样的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照一下是这样的。好漂亮啊！我从这边转，你从这边转，你直接这样，不用带那么多，上来几步，然后就这样一下，然后就是，对，今天我后面去学吧，跟你说几个。这个叫什么？我说的是闺蜜舞。闺蜜舞。没有发出去没有？发出去没有？就
叫闺蜜舞吗？有那个吗？手头没吗？叫那个换吗？哪里有啊？哦，要是这样。那个拿了，赶紧你们跳嘛。他们去哪里了？其他人呢？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这个样子。你把手机夹这儿嘛。来，把手机夹那边，朝那个方向，再夹过来，你可以看到。不，你朝那个方向。对啊，夹高一点嘛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撑起来，等一下。他一直循环了的。这样然后就这样。你们是走这边。这样子，对。你看，科技这样。然后这样嘛。不是那个，边子的，它是这个才是这个。然后这样，然后。你从这边干嘛呀？是呀，我从下面，我们家的身是这边。叫闺蜜舞。哦，对，好，好了。吓我一跳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奇迹桌嘛，他们两个怎么跳的。我关注的嘛，你得点关注的嘛。这个。哦，不是。那你把那个12给打开了。你看，这样的他们抓起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好看。这样嘛，可以不？等一下，呀，可以。再往下一点吧。来，哪里？是，先是往前走啊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迟早是个小富豪。前面就是这样。来，重新来。还能换上吗？嗯。来，可以了，去拍吧。啥意思啊？啊，黑金和竹马还是因为永吉和永秀都在跳那个，都在学那个。我笑得很真的。再这样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打屁股，那个再这样。真的接了。看好了吗？看好了，我放了。放。你说那个小罗回老家了，哪有回？阿坝县的嘛，啊。你们有回去吧？回去了。2、3天不在。就回了4、5天嘛，回来。又回来了。老家有事。
待个10天半个月，最起码待。我说才2-3天没看他嘛，因为今天不是没看，我这么快就换了。所以他们最专业的嘛，那两个，绝对专业的。他们上面表演的表情都有讲究。人家专业的不单是跳舞，对啊，面部表情什么都有。道理。开学的搭档太多了，最好班上只有1、2个男的。就是的。对。他们那儿那个学校就全是女的。他们那个。古典舞嘛。他们那个学校就是。他本来那个专业就是全是古典舞，全部是女娃娃。他和女娃娃他们班子跑了一起拍了很多视频了。几点钟该回去了？还有5分钟，早点走。目前这一片里面跳活动里面最专业的2个，这个找不到跳，跳舞的都不算专业的。他不是编了的，我那天咨询他，我说你编啥的？编舞的，我到编了。他是练芭蕾舞的嘛？他是编芭蕾舞，编现代，编那个古典舞，但他民族跳的不是。他说他不好使呢，他们大一、大二都要学这些舞，对，都要学，他们都要学红鼓的，都要学，还有带出的那些。几大民族全。还有那个。专业是偏编导，他中分是芭蕾，然后大一他第1年就是学的芭蕾，编导他编导。他芭蕾舞那些，这些音乐类的都是些老的。那个芭蕾他不是我叫他成还有我们看不懂。集训啊，没有报数。还有看基本功，芭蕾他教基本功。你还有一个，我教的你还有一个。对，2个最大搭档，最佳搭档。都是舞的那个。都是最舞，专业就是学舞的，对。就不像这么几位上前跳舞嘛，他们2个最专业的嘛。看就专业的。并且学的都不是。开学第一次来，我就50个小时。我也不是。没事啊。抓鱼单的出来了。这边。有点那种，但就是手机都跑了。背景不太合适，不然的话挺浪漫的。我挺感激谢的人。你这样，你转1圈，算了。哎，我转1圈不就完了？我转，他甩了一脚。他应该要
去年子天天都来小城了，他说不收费。他每个人都要去住一道呢。我不晓得，他说他明后天回拉萨。他们夏天就回拉萨。他说，他们那局是8月10号上班去。对。他说他们开始去。开始说的他们要去拉萨。还需要暑假的嘛？对，那个丁真不是回去了嘛？开始肯定要去找丁真的。马上来17去了都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的嘛？他说最起码1个星期嘛。我估计这一个月肯定起码待1个月。我说哎呀，你去了嘛多烦呀！本来还说给路他们送东西。有网友说这个说，他说能不能给青阳宫那边跳舞的准备水，能不能给路那边？他说可以，他说有没有时间？也只送花嘛，然后他说准备，他说送水那些，他说准备10万韩币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啊，几多的没少，只有多的，有什么？10万韩币就350块钱。他送给青阳宫的，是送给露露吗？还是送给露露团队的？团队，是他团队。对。团队人还有点那个。那你好久送啊？没有，他问我可以那个，我说可以，倒是没联系。我今儿马上走了嘛。就是啊，你马上这儿过几天就要走了。还没确定别个哈，别个只是问我有没有那个能不能那个，我说可以，到时候问他才行噻，是吧？跳吧，放嘛。好，加油！来，这没有放音乐开始。他徒弟也来了的嘛，徒弟也来了的嘛，罗上来。我这批衣服哈。我还要罗上哪里来的？我要罗上哪里来的？来他的嘛。这个位置好像很大，看到了。对。他们这个酒吧，现在坐这没事就看跳舞。这个位置好，这酒吧位置。这边位置也可以啊，他那个就一样。就是那儿坐买饮料还可以。哎，那个他这个啥子灯箱很好看哦。咋是？买得到。不知道。还有些啥都有，反正你只要看点稀奇古怪的嘛，才才能给吸引人。这个灯好看，嘎。但是肯定是酒吧，你也不可能加这个人，咋晓得？他那个啥子哦？那叫啥子？毛窝酒吧。不是嘛？不是毛，哦，少一横，叫啥子那个？我也不晓得。